全港4350部小巴只得一半有安全帶，換車進度緩慢。業界話，舊年政府提供補貼都冇人換車，促請政府批准小巴加到20座，作為誘因，令車主加快換車。陳國雄報導。車底、車廂都要加裝槽鐵，更換堅硬嘅座椅。要喺舊車裝安全帶，技術困難，成本10萬。計埋依部03年出廠嘅歐盟3型小巴，有安全帶嘅全港只有26架。政府舊年開始資助司機換新款嘅歐盟4同5型小巴，有安全帶，但機件唔適合香港路面，行下經常死火。政府貼錢，車主都冇意欲換車。坐喺啲冇安全帶嘅車上面，乘客難免提心吊膽。唔好坐最前嗰啲位咯。點解呢？感覺上冇咁易飛出去啊嘛。如果冇安全帶又唔扶實嘅話，就可能會跌咗落地咯。過去5年，每年平均只有130部裝咗安全帶嘅新車落地，換車速度非常慢。有業界要求將座位加到20座。令司機有機會增加收入，車主更加願意換車。一步到位啦，我哋換新車，但係呢，我哋唔希望政府補貼，唔係用者自付嘅話，即係話好似巴士公司咁，我哋要大幅加價30%，咁其實對市民嚟講亦都冇個得着㗎。咁所以業界普遍都係認為，俾我哋去到增加座位呢，等小巴商人自己去承擔返。運輸署就話，未來幾年陸續有新鐵路線通車。預計小巴服務需求穩定，冇計劃更改小巴嘅載客上限。依家喺路面上，每2架小巴就有1架冇安全帶。咁早前申訴專員就批評呢個情況唔理想，運輸署唔夠積極。如果一直都唔改善嘅話，呢個問題要再拖多8年時間先會解決到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陳國雄報道。